暑假嚟到啦，有好多人要揾份工，招聘廣告好似有好多，但係社會提供俾我哋嘅選擇係咪真係咁多呢？除咗推銷上網、電話、電子產品、街道募捐，社會仲俾緊啲咩工作選擇我哋呢？其實工作係可以同理想同埋熱情融合埋一齊。如果當選，我會揀2個議員助理，而呢一份工就係工作、夢想、熱情、關心社會嘅結合體。任何人都可以嚟應徵嘅，咁你只需要講幾樣嘢俾我聽。第一就係你關心嘅群體同埋議題係乜嘢。第二，你有咩實際嘅計劃去表達呢種對呢個群體嘅關心。第三就係你曾經做過啲乜嘢，有啲咩經驗令到你可以做到呢樣嘢。咁你可以拍片，可以寫求職信嚟到交俾我。